桌顶展示柚香鸡肉、柚炒时蔬等用文旦做的菜，边仔还佫有旺来酥，还佫有画饼。这是台南市永康国小因应中秋节推出的应景菜单。营养师选用3种1Q 的食材，并且结合台南在地食材，除了让小朋友吃到节庆特色美食，嘛会当了解家乡的农特产。我们特别办理一个中秋节的一个营养午餐的一个推广教育活动，那也配合我们一个食育食农的推动，我们希望说有在地的食材、在地的水果可以入菜。我们麻豆的文旦可以加到我们的午餐的菜色里面，让小朋友去体验一下不同的一个更营养的一个菜色。你们今天的午餐好不好吃？好吃。那你要知道什么？小朋友除了食了欢喜，学校嘛举办闯关游戏，带小朋友熟悉中秋节的由来，了解画饼的种类以及力量，还佫有文旦的品种等相关知识，让小朋友一边耍一边学。透过很多的闯关活动，让小朋友去更体验了解我们营养的重要，还有结合我们的健康促进，也更可以去了解我们应景的一些月饼的一些热量，可以让均衡的饮食，让小朋友可以从这个活动中去好好的体验出来。透过学校的教育课程，让小朋友的饮食观念为传导延伸到产地，加紧向在地吃当季的理念，希望小朋友会当度过健康佮快乐的中秋节。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。